一代经过一代，遐个无共世代的人做伙伫遮服侍，做伙建立教会。特别感动的是，遮个青少年过去因嘛参与伫主日学，当因阁是即个国小的时阵，因是互人服侍的一群。但是当因大汉的时，因会当有能力服侍的时，因就徛出来，因就会当来服侍搁较细汉的遮个囡仔。所以咱真正看见着咱的教会不断的更新，咱的教会不断有新的一代不断的出来。所以咱为着有新的一代献上感谢，但是咱嘛为着咱教会有无共的世代、无共年龄伫遮做伙组织，嘛献上真大的感谢。今年的这个夏令营的主题叫做媒体小达人。若是你厝内有囡仔特别在读国小的，就知即马因的国小教育部有更改因这个学校的课纲。这个新的12档的这个国教内面呢，因特别强调有9个方向，爱遮个囡仔会当学习。目的是希望遮个囡仔毋是只有伫课业。这个国文数学遮个学习，是要帮助遮个囡仔，因伫因人生的过程会当培养无共款的物件。所以今年的主题叫做媒体小达人，这嘛下面教育部在讲的一个特别讲的叫做媒体素养，就是特别遮个囡仔因伫这个网络的世代，因接触侪的资讯，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的，啥物是对的，啥物款爱帮助因爱去分别。啥物是对因有帮助的？啥物是对因会产生伤害？所以今年的夏令营在教遮个囡仔安怎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因在使用的网络，去看因安怎在使用遮个社群的媒体。所以伫这个夏令营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伫遮个囡仔因所拄头一句背的经文，大家敢会记咧？拄囡仔因背的头一句经文是啥物？约翰福音第8章，28节伊讲爱明白真理，是因为真理，互恁得到自由。爱明白真理，因为真理互恁会当得到自由。这规工遮个囡仔伊嘛在学习啥物叫做真理，因背遮个经句嘛是帮助因伫这个世界去分别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的，啥物是对的，啥物是毋对的。我想诚做一个基督徒，特别伫咱的教会，咱嘛学习。这嘛是上重要的，就是将迄个真理放伫咱的教会内面，互咱的教会伫不断的迈进的时阵，不断的往前的时阵，咱犹原将这个真理，诚做是咱教会的中心。所以今日牧师嘛要来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咱是教会的这个系列，就是一个较无真理的教会，较无真理的教会。所以伫开始分享之前，咱搁一概搁来做一个祈祷，然后来开始今日的分享。主啊，感谢你，阮看见伫遮侪的囡仔，因用因单纯、可爱的动作，因的歌声来敬拜你，来学了你。主啊，我嘛看见有侪的同工、教会兄弟姊妹，投入伫这个夏令营，因用因的温素，用因的才能来回应主你的恩典。主，阮为着遮的同工，为着这个夏令营献上感谢。主，我嘛为着伫阮的教会看见有无共款的世代伫遮做伙组织、做伙服侍、彼此祝福，献上感谢。主啊，求你继续伫阮的教会来行你奇妙的事，伫阮的教会继续互阮看见着主你的恩典满满，也伫即时，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将你的真理的话进入到伫阮的心，进入到伫阮的教会，互阮用你的真理。诚做是阮的根基，献上阮的感谢及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伫咱这个今仔日的信息讲道结束，咱等下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车牌的一个仪式要进行。咱等下结束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要来进行。伫咱今仔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咱拄仔所做伙透过书会，带咱来读这段的经文。咱看见伫五旬节圣神降临了后，有侪人非常非常的欢喜，看见哇，是啥物款的困难改变遮的温度？但是嘛有一群人
看到这个门徒开始因为圣神的充满，讲到无共款的语言，伊嘛在犹豫，为什么会讲这款语言？因敢是乌白讲话，还是因是啉酒醉？但是伫这段经文，咱看是圣神充满了后，彼得搁一摆徛起来，伊对遮所有的人讲话，伊对所有人来讲话。彼得徛起来，伊对众人传讲耶稣基督搁活的消息，传讲耶稣定伫十字架的这个信息。然后圣经记载，今仔日要读到第37节，安尼记载，这人听见这个信息，因的心亲像互检察着一样，因的心刺察，因的听到这款的信息，因的心受到真大的感动，因的心受到真大的激励。所以彼得就甲因讲，就是咱拄所看的经文，伊讲恁每一人都爱悔改。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恁会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圣神。因为上帝应允要互所有每一个互上帝呼召的人，就是你，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以及所有的人。彼得就甲遮所有人讲，每一人都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圣神。然后经文安尼记载，伊讲侪人领洗礼，有3000人加入着这间初代的教会。当看见这间教会因为圣神的充满、圣神的较无，然后因听见着这个信息，这个教会开始有人组织，这个教会开始建立起来。但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伊无描述讲有3000个人伫遮，这间教会因安怎运作？伊用什么策略？因用什么款的组织的方式？伊是用两个词来讲出这间教会，伊安怎伫圣神的充满，领受到圣神了后，继续行往上帝的心意。这间教会安怎成长？伊讲了两个代志。第一个，伊讲的就是领受上帝的话。然后伊讲到这间教会，遮的信徒，伊拢非常专心伫遮的使徒的教导。所以，咱今日要透过这段经文，咱要来做伙看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安怎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来回应，安怎来成做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所以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即这段经文内面，互咱看见，愿意领受上帝的话，会成做教会共同的一个起点。欢喜领受上帝的话，会成做是教会一个共同的起点。在经文所讲的，登去《使徒行传》第2章41节，侪人领受着彼得所讲的这个信息，听见着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好消息了后，因接受洗礼。迄个时阵，信徒增加3000个人。这个领受毋是一个只有听见尔。当遮的人，因听见彼得讲出这个重要的信息的时，伊毋是只有听尔，领受伊这个原文的意思，伊是讲欢喜接受。因听着是非常心是非常欢喜的，而且因是完全的接纳，因甘心的接纳，这是一个带有信心的一个动词。当经文讲因领受着伊的信心，伊毋是讲我听见。因是非常欢喜，而且因是接纳到这个信息到伫因的心中，这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回应。我想上帝的真理毋是一个理论尔，毋是在讲道理尔。咱知伫这个世间有非常侪无共款的道理，就无共款的道理。但是上帝的真理毋是在讲道理尔，伊毋是一个理论，伊是。看见上帝主动人来讲话，伊透过耶稣基督带来好消息对咱讲话，互咱搁一摆重新发现生命的方向。咱知拄仔讲，伫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侪无共款的道理。咱嘛知其实伫外口有侪无共款的人咧讲类似什么心灵的课程，还是人生道理，还是什么这个人生指点迷津方向的课程，
你看，其实外口有这种的课程，在教人讲安怎找方向，安怎用某一款道理，会当去帮助你的性命，会当成长，也是讲会当去解决你的性命的问题。但是上帝真正毋是一个理论尔，嘛毋是一个道理，也是讲是一个生命成长课程。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主动来到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对咱讲话，互咱知咱性命真实的方向是啥物。咱在教会的组织绝对毋是因为咱有同款的兴趣，教会的组织毋是只有同款的兴趣，教会的组织是因为咱共同回应福音，所以组织伫这个所在。教会的组织，咱伫遮做伙礼拜，做伙小组，做伙团契。做伙参与侪事工活动，绝对毋是因为只有同款的兴趣，所以咱伫遮。咱是因为做伙回应福音，所以咱组织伫这个所在。所以当彼得伊讲出这款的信息的时，当伊讲出真理的话时，这人发现哇，原来这才是因脉。伊较发现讲，这才是因性命爱找求的方向。所以这3000个人绝对毋是讲哇，因做伙来有啥物好康的。这3000个人绝对毋是讲遮有啥物好食的，有啥物好耍的。伊嘛毋是为着同款有啥物兴趣，所以来到伫迄个所在。因是因为要回应福音，因是因为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阵，因的心刺插着，所以因来到这个所在。若是无比着当时伊所讲的这耶稣基督的信息。若是伊要讲到十字架，无讲到搁我，就袂有领受上帝话语的人，嘛袂有一间较无真理的初代教会。若是彼得当时伊讲的毋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信息，毋是讲十字架，也是搁我的消息好消息啊。当时若是讲来遮有好康的，来遮有好食的，来遮有好佚佗的。那安尼就袂伫初代教会，就毋是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伊所讲的传讲的是迄个真理，伊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互人真正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伫因的身上所发生的。我觉得真正福音彼得所讲的，也是咱所领受的，毋是咱只有理解讲赦免咱的罪。毋是讲这个福音是耶稣伊伫顶十字架流出的宝血赦免咱的罪。真正福音嘛是点到咱对上帝话语的脚步，点到咱对上帝话语的认捌。真正的福音是帮助咱对上帝有脚步，对上帝有搁较深的认捌。所以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毋是只有停留知识，毋是只有停留伫道理。毋是停留讲遮有啥物好的物件，停留讲遮有啥物同款兴趣的，也是有啥物款对我有利的代志。是伫一间真正较无真理的教会，是伫这个所在，会当领受到福音所带来的新的生命。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毋是只有停留，毋是只有停留我知、我听见、我认捌。也是讲，只有停留着遮有对我有利的，所以我伫遮是领受着福音带来的新的生命。所以伫帖撒罗尼迦前书伊讲，这是保罗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批信。伊讲，因为阮所传的信息，你嘛听见，领受，毋是领受人的信息，是领受迄个确实出自上帝的信息。因为上帝伫恁信的人的当中工作。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讲，恁所领受毋是人的信息，是领受着对上帝遐来的信息。也因为恁相信，恁领受着这个福音的信息，恁较无这个真理的信息，上帝就伫恁的心中，伫教会中不断地动工。第二，这段的经文，互咱看见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是不断持续委身伫上帝的话，真做是教会共同的根基。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是会持续委身上帝的话，真做是教会共同的根基。所以兄弟第2章42节的头前，伊讲因专心使徒来
来因请教。因所讲的，就是这个加入教会的人，伫这间初代教会，这3000个人，因非常专心来使徒，来因来请教侪的代志，请教侪的问题，要搁较无明白福音的好消息。这个专心伊的原文的意思，这个专心伊原文的意思，就是伊不断持续，不断的投入，然后非常坚定，袂改变。代表因这个专心，毋是只有讲啊，我今仔日专心，我明仔载专心，也是只有某一日我专心，我只有也是某一礼拜、某几个月我专心，其他的事我着想我家己的代志，也是我有家己的想法。经文伊讲，遮的人，初代教会遮的信徒，因专心是持续不断的投入，因坚定无改变。代表这毋是短暂的一个历程尔，毋是只有短暂的历程，就是看见讲哇，信心充满，这人开始讲起无共款的语言，这人看起来真有能力，但是迄个历程过啊，敢若就结束啊。这个经文所描写的是，因是不断一直持续落去，所以初代教会互咱看见一个真大的特色，这间较无真理的教会，因毋那是历程尔，特别咱看后面的经文，伊会讲。伫这间教会，因彼此团契，因做伙分享，做伙关心，做伙啉食。伊讲出互咱看到，因若是历程尔，这间教会若是只有历程，因嘛不断伫真理内面，因学习，因嘛不断伫请教，受装备。虽然看见初代教会，这个使徒行传的这间教会。这间较无真理的教会，伊毋是只有历程敬拜，毋是只有历程参与，伊是一直保持，而且是坚定无改变，不断地学习。教会袂只有因为讲时间活动非常丰富、非常多来成长，更较重要的，因为伫真理内面定根伫真理来成熟。教会袂因为讲啊有侪活工事当来，只有因为安尼来成长尔，搁较重要袂改变的，搁较重要，搁较是一个根基的代志，就是伫真理内面来定根。所以咱看见这个初代教会的，因无改变，因的历程毋是只有短暂的，因所投入的毋是短暂的，因是不断伫这个真理内面不断的维新。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绝对袂只有停留一届性的领袖。我想伫今年咱有侪的事工的研讨会在进行，咱有真好的讲员、真好的牧者来到伫咱的教会来分享。每一场的这研讨会、这培灵会，拢互咱感觉非常受到激励，嘛非常会互咱感觉真大的帮助。但是当这个培灵会、当这个研讨会结束的时阵，咱看见伫这个内面，咱只有看到一个活动的进行，只有迄天的历程尔。也是遐个历程、遐个领袖是不断伫咱的心的内面，不断伫咱的教会内面来产生影响。这间真正较无真理的教会，绝对袂停留伫某一款的历程尔，某一个时刻尔，是不断伫上帝的真理、伫上帝教导内面不断来塑造。所以伫哥罗西书嘛是保罗先生伊所写，伊讲：恁爱互耶稣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带伫恁的心的内面，啊用逐项的智慧互相教导劝勉，用诗篇、圣诗，用诗歌对心底唱出感谢的声音，将耶稣基督丰富的信息带伫咱的心中，带伫咱的教会内面。而且这个带，毋是只有短暂。这个哥罗西基书保罗所写，伊讲是长久的，是无改变的，是无改变的。最后一个是这段经文，互咱看见。当心活出上帝话，真做是教会共同的文化，
同心活出上帝的话，真做是教会共同的文化。伫这段经文的最后，伊讲因专心正的使徒来请教，然后因参加团契生活，分享宴舍，做伙来祈祷。路加这个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伊先讲到一项代志，伊讲因先有使徒的教示，因有先领受上帝的话，然后才是教会的生活，然后才是做伙团契。做伙爱餐，做伙祈祷，做伙服侍，表示若无上帝的话，若无上帝的教示，无上帝的教导，那遮的团契、遮的爱餐、遮的宴舍、遮的活动，只是人在做尔，只是人在参与尔。所以，这个作者，这个路加特别讲到。领受上帝的话，较无迄个真理，将这个上帝遮的使徒不断请教，然后因才开始有遮侪的教会的事工的活动，才有这侪的代志在进行。所以，若是将真理只有停留伫头壳，安尼只有增加知识。但是上帝真理若进入到一个群体内面，伊会塑造教会的文化。真理若是进入到一个群体，伊会塑造出文化。真理若是只有停留伫讲台，上帝话只有停留伫讲台，停留伫教会内面，安尼只是一个信息尔。但是真理真正进入到伫群体，进入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安尼才真做是一间教会。所以伫咱的教会，咱常常讲真理；伫咱的教会，咱常常用真理的话互相祝福。伫咱的教会，咱爱用真理的话，互相来祈祷。真理若是真实真理到伫咱的教会，真实真理到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迄塑造出一个无共款的教会文化。真理若是只有停留伫遮，若是伫遮就结束啊，这只是一个信息尔。但是若进入到伫群体内面，这真做是一间教会上重要的。所以属灵的真理的操练，袂当只有是少数人的热情尔。一个对真理的渴慕，对真理的属灵的操练，对真理的明白，对真理的分别，袂当只有是少数人的热情，袂当是只有少数人在参与这项代志。既然这若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根基，这若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文化，那安尼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拢做伙爱伫这项代志做伙来操练，咱爱做伙来追求这项代志。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就毋那是只有停留伫话语的教导，毋是只有在讲道理尔，是互规个群体转变因的生活的方式。是互规个教会转变一个教会的模式，有一个新的文化的产生，是一个用真理成做根基的一个群体，讲出真理的话，讲出上帝的话。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讲：“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较无真理，互咱逐工搁较明白，搁较侪去听耶稣，搁较侪去跟对耶稣。因为上帝的话，最后会将咱带到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迄个真理的面前。约翰福音10章第35节，伊讲：若是恁彼此相听，众人就会知恁是我的学生。若是恁彼此相听，众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所以，真正较无真理的教会，毋那是只有学习上帝的话，毋那是讲我有读经，我有灵修，是互上帝的话真正是真做是咱教会的文化。这个较无，毋是因为人的要求，这个较无，毋是因为压力，这个较无是对着咱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回应。上帝的话塑造人的生命，
人的性命，咱的这个群体塑造出教会的文化，教会的文化见证出福音的大开来。毋望咱的教会真是真做是一间较无真理的教会，明白真理，用真理彼此祝福，用真理彼此祈祷，用真理彼此来造就。愿上帝来赐福咱的教会，也来帮助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这是咱要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要做来唱一条回应诗歌，圣诗第200。